在7月29号透早的即阵中，议员许志春针对府城市区修正了的手机乌白坑的情形来向市府讨论。议员指出，公务局的人员修正了，无就直接送去处理场所，颠倒是要另外透过联络才去派环保局的人来做处理。目前敢若有新颖掩埋场的搬出空间来做处理。议员表示，环保局长应该甲其他的单位来共同讨论，做伙伫府城市区找一地规划专门处理废弃的手机。环保局长表示，因为目前真正找无所在通放。所以嘛有甲公务局讨论，希望送甲处理场的手机莫有粪扫掺伫内面，同时嘛会检讨甲其他的单位讨论规划市区的废弃木材处理场。市政府我们有工作人员，我们有团队，我们有工程车，有器具。好，去修剪完以后，好，现在怎么样？变成我们要透过民意代表或是地方去拜托环保局局长，或是拜托区队的队长。这个公务局他们修剪下来的树干，请你们工作人员来拜托帮忙清理走。好，这个部分环保局局长也交代各区队的同仁愿意来配合市政府，但这个过程里面，是不是原本他们公务局是可以直接由他们的抓走车就直接可以到运输过去的，不用再有第二个团队来接手？既然大家都是一个团队为民服务，我们的效率、我们的工作精神、我们为民服务的这种价值感，一定要一致性。事务局长其实已经平常都有在讨论这个案子要怎么推进。那目前初步来讲，先从新营，那另外我再找其他的点。那分类的部分，公务局也在配合，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再跟公务局再检讨、再改进。另外，议员指出，中央采买疫苗的效率相差，而且中央嘛无予大家一个明确的未来规划，完全无重视台湾人的健康。同时嘛向卫生局长问到台南疫苗分配的数量，局长回应，到7月27号透早10点的台南目前所分配到的疫苗总数量是564060剂，但是台南的总人口数高达187万人左右，分配明显无够。议员指出，中央对疫苗的采买态度一直是似是而非，伫降级了大部分人拢还未接种，实在是让人民真无安全感。台南新闻林跟刘品言采访报道。